台语黑爸爸，来欢迎第一位来宾 Kim 队，一两三，下奖金，我唔惊，做你来，我会赢。好，欢迎您一定会赢啦！好，来咱第二队的来宾，咱的棒队，我是地绑架一定赢。哦，一定赢啦，一定赢啦！哈，好，欢迎来第三组的来宾，咱的好队，欢迎。为着100万，像咱这款人，对啦，100万爱看人哦。款人。嘿，来第四组的来宾，咱的领队，阿伯啊，你讲想今仔日摕冠军，零个，想会摕100万，零个，你讲一摆是啥？零个。好，来咱100万拢哦领家，安尼就好啦。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翔。是今日四组的来宾拢来啊，因为拢要来参加咱的复赛啦吼。爱好我介绍者，因为进前因拢有摕到咱的奖金。哦奖金不过恁大家拢唔知影，阮这道吼，咱这复赛奖金会当摕到偌济？奖金你也摕到甜上侪62000哦。 62000哦，我唔知恁进前的是摕偌济，爱好我问者吼。来，第一组咱的 Kim 队队长是啥人？嗨，大家好，我是李志琴耶。好，来甲队友介绍一下。好，我带上的真水真高水，阿妹啊，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桂雅露，我是志琴姐的师妹。哎呀，大家好啦。好，来个三个去咧。大家好，我是廖景纯阿勇啊，我是志琴姐的朋友。哦，好来，大家好，我叫做李亮晶，我是志琴姐的朋友。来，这三位顶座拢有来嘛？有是拢有来吼。咱奖金摕偌济4万8千，43000。哇43000我是破纪录呢。对啊，对啊这道是62000哦。哇，恁敢有这个福气，拿我摕到哦。好，加油哦！加油！好，来，咱第二组的，咱的盲队的队长是啥？大家好，我是地绑架的郭传啊，因为我的队员拢变啊，拢甲顶一届无同，因为原本的遐个人，即摆拢伫日本咧比赛，所以阮就换新的人啊，但是伊嘛做厉害，因的台语嘛做厉害，应该是吧？是是啊，应该是摕100万的，一定爱太高的人所来啦。以今仔日阮就是无辛苦无炸钱，所以伊也无赢，我就坐车转去。哎呦，哎呦啊，咱都爱捐钱啊咧。介绍对吧？是好啊，介绍。好，大家好，我是抓熊啊，一起我的老叔。哦，抓抓熊啊，哇好抓熊啊，大家好，我是迄个地绑架的太阳，太阳，太阳，差嘛输啊！好天顶的太阳，太阳，太阳，嘿，是欢迎太阳哦。好，来个啥去？大家好，我是叫阿迪啊。阿弟啊，哦，是简单。咱顶转来个转，咱有摕到奖金对不对？有摕偌济？袂记啊，但是我敢会记我要摕100万。有啊，哦，你摕到100啊？蛮背蛮背。啊，安尼我都怀疑啊，你到底有摕到钱无？有啊，哦，有分就就好啊啦。目标较大，所以哦，眼前这拢无哦，休息无重要啦，无重要。哦，不要紧，不要紧。你若100万的门票，就是等你拿哦。加油！好，加油！加油好，来个啥来？其实咱好队的。我是队长小豪，我是一个创作歌手，今仔日带来我的朋友曾卡人的团长，啊，一个乐团的团长叫嘉祥，我是嘉祥。啊，再来是写歌词的诗人学生，大家好，我是阿翔。啊，还有阮点选音乐董事心仪子啊，嘿，是。来问者，咱顶出来奖金有偌济？顶届的奖金我敢若摕到。我有摕到遮济嘛，我会记得我敢若摕到1000块尔呢。真正假？真的，因为我敢若尾啊剩无偌济时间。了解，为着这，咱来宣传一下好不好？咱来讲一下咱的唱片。要来宣传咱这场专辑的演唱会，唱咱这款人的演唱会。啊，阮会伫今年的12月21号伫台大的后台一个 live house 啊，4点半开始。啊，过年2026年的1月10号伫博尔园区高雄的 Live House 啊，1月10号7点半
这两场演唱会希望大家会使来参加这是我专辑过了真久才办的一场演唱会。是，好，欢迎你呢。好，来，刷落去就是我的好朋友，是啊，玲玲，耶！我的贝贝，大家好，又过来啊！是，贝贝今日带队友是顶我拽嘛，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同公司的，同公司的，就缘投就睡觉会使嚟阮公司呢。哎呦，介绍一个来，哦，大引家好，导的啦，我是演员新훈。新婚，是，大家好，我是游璇。酸，大家好，我是当静。耶！啊，你是大家好，我是心灵，哎，水的才会使离开公司，所以大家嚟来公司啦。贝贝，我甲你问者，你顶抓有奖金无？有偌济？万二，我真的，我真正无相信你这么巧呢。哎，安娜，你出去拢会使来2万几块，我为什么袂使哎，1万？我歹势哦，伊4万几块， 4万几块，你4万几块？嘿，4万哪有3，可能啦？真正的，我袂骗你。伊迄拗台语。哎，人演8点钟呢，讲到是阮咧晒阿妹啊，嘿，好，来，咱今晚今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好，现在欢迎来单鸿辉单老师。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拼第一。哦，来就是要拼第一爱拼个爱拼嘛吼，冲一个哦，冲好，今日咱的第一位啊，斗阵唱擂台。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斗阵唱擂台。哎，大家做伙来。是，来，安怎唱咧？甲大家讲一个。是，咱4队吼，甲恁讲一下，这回合吼， 4队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都来加算游戏。哦，算的时阵，一个人回答2题的机2会。题，重点是1题4000，一题2题8000， 8000嘿，一队4个人就是32000哦。每一个人拢有8000哦。来，咱今晚开始讨论，看啥人要第一位来进擂台。来，来，谢你哦，谢你哦。大头行，哦，可以截图网络上发到加油加油！ ，Lady，加油！来，加油！加油哦！好，来第一题有几个字？第一题有6个字， 6个字，来，咱请出题。来看影片。哦，来看的，有看拢爱注意哦。有一个字，什么字？对先来对的。哦，3个人请抢答。唔使不要紧，我甲恁提示好吗？来，来，第2个提示。食哦，食。哦，哎呦，迄个物件啦。好来，第2个字好唔好？好，来，第二个提示。哎呦，甘蔗就甲你讲，迄是什么物件？就是甘蔗，伊会安怎？好，来，过来一字搁哦。一字。来，过来一字一个。哦，哦，头头拢出来啊！甘蔗安怎头安怎？无人要要。好，搁一字来我搁一字提示，来一字。无无，甘蔗无什么头什么？哎，袂歹啊，雅茹。甘蔗无低头尾，无低头尾，无低头尾，哎嘛袂歹，袂歹哦是伫顶面嘛吼，嘛是好来，老师，甘蔗无低头尾，对唔对？唔对，啊，应该大家拢捌听过，有人要无？好来，有酸有使。甘蔗无味头甜，唔对，哦，斟酌看好哦，这是啥？无，那无我是毋是搁继续互恁字？嘿，来，搁来一字，哦，感谢无双头甜，甘蔗无双头甜，对唔对？会当提示较侪字哦。咁是因为咱较少有机会食到甘蔗吼，啊，这甘蔗愈来愈，敢若这个对咧俗语嘛，对咧流行安尼。诶，即马真罕你看到甘蔗对吼。啊，对啊，这是咧讲代志，无可能两全其美啦。哦，可能有一好就有一歹，吼，安尼一个俗语。吼，甘蔗无双头甜。
好，袂歹哦，吼，好诶，来三位咱加油哦，好开这诗嘛好，加油哦！好，来个后一题哦，来几个你赶快6个你， ，6个你哦，来咱请出题。看影片哦。哎哦呦，，有看清楚哦，你写啥位？哦，哎呦哎呦哎呦，吼，有无？好，来，唔知影咱摕一个字，好，来第一个字，想，伊咧想啥？有无？好，来，搁看一个字，好好好，搁看来一第二个，袂想安那？个袂想什么？哦，来哦来哦，有机会哦。好，来阿三，袂想赢先想输。哦，袂想赢，先想输。哦，哦，好来，老师，伊的答案嘛对唔对？对。厉害哦！哦，这移民上讲要袂想赢，爱先想着输吼，啊，就是咧讲，劝咱咧做代志爱有上歹的心理准备啦。嘿，啊，就是讲万一若无好势，若失败，若有啥物动作的时，可能爱安怎处理吼，啊，这是一个算做可劝人吼咧处理代志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心理的准备安尼啦。是是。好来，先看一下分数，好无？好来看阮的金队，今嘛是爱心一粒，不不要紧，等就来啊。好，啊那阮的盲队咧，嘛是爱心。哦，不要紧，等你买来啊，买开市哦。好，啊那咱的好队咧，4000，哎，袂歹哦。好，阮的领队咧，嘛是4000，哎，继续搁加油哦。好，来，今日来换人。好，来第二位，好，来咱看一下，第一题几个字？ 5个你， 5个字哦，来咱请出题。哦，哦，你创啥？哦，一滴一滴，嘿，你录三位，录三位，有无？有想法无？有想法，咱就请唱答无？无想法对唔对？5个字，第一题哦，第一个字哦，来，第一个字。哦，欠嘛，欠是安怎会欠呢？对啊甲这管啊是毋是有关你系？咧创啥呢？吼，哦，若无因为5个字尔啦，我搁提一个应该是较明显啦。对啊好，第二个字有欠，有欠，一定的嘛。一定要有欠是嘛。有欠，安那。我够等。哦，搁等一下哎，袂歹哦，跳好，来，看者，搁来一个。哦对。哦，来，哦老有师。欠就有底，差一输啦哦。哦，我会使甲你讲，哇，会使甲你讲啊，讲啥？但是差一字尔呢。嘿，差一字。有欠什么什么地，差是一字。啥物，嘿，这两字真重要哦。嘿有欠啥物地。嗯，哦，有答案无？请手答。有欠较有底，安尼嘛差一输啦哦。哦，到底是有欠什么呢？来，好来，有欠就有底。来，多谢迄位的第一位的答案，甲你的共款呢。啊你哦，有欠是哇，村里有机会啦，阿奇。好来，试看卖。有欠有保底。有欠有欠保底，底。有保底哦啦，嘿，有保底。有保底。意思无啥共吼。哦，哇，四位拢无啊。对啊。来，咱来看真正的答案是有欠才有有底，才有嘛。嘿，所以意思就是劝人爱勤俭，哦啊，才有即个会当互你生活较安定的一个基础，安尼意思。对啊，所以用卡，我想要甲你请教讲头，拄则即位讲即个什么卡意思，就是因为目检测有的人会甲即个卡甲食揽做伙讲啦，但是迄个意思毋是比较的意思，是食会当安怎的意思，嘿，好，以上。好，不要紧，咱不要紧试一个嘛。来来咱搁有第二题哦。哦，哦，来看者第二题有几个字？弟弟有10个你， 10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来吃看。哎呦，哦，有哦，有什么动物？哦，哎有什么两个两个人？新娘哦，这到底嘿是你创啥哦？来，知影的人会当请手答无？哎呦，哎，老师来哦。价鸡对鸡飞，价狗对狗走。健康。好，这是传统的观念啦。认为讲吼，这个女性吼，
结婚不管嫁什么款人，你都爱对伊一世人。爱哦，面嫁着鸡，你就爱对鸡去做伙陪；啊，嫁着狗这种的，你就爱对狗做伙走。吼，这是传统观念，吼，留互咱这个俗语。虽然讲较侪字，啊，毋过抑阁是足流行，大家有咧讲啦，吼。好，以上。来，咱看咱琴队。即嘛爱心一粒，加油好，啊，哦！那咱的盲队咧嘛。是爱心。嘿，啊，那咱好队咧。哦，即嘛有8000啊，哦。那咱点队咧。啊嘛，共阮4000。嘿，不要紧，莫硬去，嘿有机会。搁拼搁拼好，来，咱今日换人。来，现主是即马阁有2队还未开市哦。对啊，爱加油呢。是啊，好，来放轻松想就好啊好。我要出题哦好。来，小妹，咱这有几个字？有5个字， 5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请看影片。来，有啥话？吊桥吼。一个人咧行。行啥？我听，诶，什么物件咧？无人要抢答。来，过来一字啦。一字。过桥安怎咧？若无，我搁出一字啊无？这句俗语咱常常会讲，伊敢知这是什么意思咧？就好啊好，我要出题好哦。来，小妹，咱这有几个字？有5个字， 5个字哦。好，来，咱请出题。请看影片。来，有啥话？吊桥吼。一个人咧行。行啥？我听，诶，什么物件咧？好，知影的人，咱当请抢答。大家拢你看我，我看你嘛，唔知啥话。提示。来题哦，提示。来第一个字。桥，我嘛知啊有啊，看到什么桥嘛吼？对啊。你有看到你嘛知嘛？甲大甘蔗共款。好，有无？无人要抢答，来，过来一字啦。一字。过桥安怎咧？若无我搁出一字啊无？搁出一字好啦，好啦，好无？好来，搁一字。哦，帮，知影咱唱啊来。过桥拆茶帮，过桥拆茶帮。好来，老师安尼对唔对？差一输啦哦。啊，代表搁差一字。贵。过桥叉那不是啥？拆桥帮。帮。对了，帮啦，帮。过桥拆桥帮。老师安尼对唔对？唔免讲遐出来。谢谢。呀，其实就是迄个桥帮，迄个物件，甲茶帮当然就差伫伊是伫咧桥顶面嘛，啊，所以就是讲茶帮虽然嘛是桥帮是茶帮的一部分啦吼，啊，毋过就是即马是讲桥，所以还是爱用桥帮安尼啦。嘿，啊，咱就是讲帮啊，就是咱台语咧讲迄个板子，迄个物件，咱就是用帮即个物件。嘿，所以是过桥拆桥帮安尼吼。好来第二题哦，来就问几个字？第二题嘛是5个字。 5个字，对恁足好的5个字。哦，请出题。请看。这两个怎？哎呦手怎安怎？哎呦。知影无？知影了，咱请手答无？唔知我个题哦。来。好来，第一个字。鸡。啥物鸡咧？嘛唔知哦。唔知。有要摇者啊，肥肥。来哦。哎呦，冤家变亲家。冤家变亲家，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啊。对，对于原本敢若看拢看袂顺眼，啊变做到落尾慢慢发现对方的优点，啊变做无一定讲一定是亲家啦，有种啊变做好朋友，也是变做有啥物好的关系，迄拢会当啦。啊，毋过俗语就是讲安尼，冤家变亲家。以上。来，咱就看一个分数，看阮金队。爱心一粒。嘿，不要紧，等就来啊。好，盲队咧。嘛是爱心，加油哦。不要紧，搁有一位哦，搁有一位哦。好，咱好队咧。即嘛有8000。啊，两队咧。有12000啦。好，不要紧，上不要一位哦。好，来，咱今日来换人。来，即马大家拢真有信心，咱
开始啊！加油哦！好，来，咱来看一下哦，这题有几个字？ 6个字， 6个字啦，吼！来，咱请出题。好，看一下哦。哎呦，哦，这是啥？哦，哦，来，咱知影通啊请抢答，是6个字。你直接要用，还是讲要看一个字者？怎想啊？我应该是会使。哦，好来，我信一你，来。祝你生日快乐！哎呦，祝你生日快乐！有戏了，谢清了。哎，这阮若无互伊万里，哪有可能？是不是？这厉害，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刚好再过3天是我的生日。哎呦，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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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的用意是安尼哦，是安尼啦，所以讲，是安尼我。制作单位嘛是真有心啦，是啦这题来特别配合你啦来配合你啦。好，来，后主席，咱即摆来看哦，看这3位啊有你讲的老师应该是，哦，歹势，因为这个不是小艺啦。这是老师送你的礼物。感谢感谢感谢。好，来第一个字的提示。鸡哦，真正鸡。鸡哦，鸡是什么鸡？不要紧，过来哦。来第二个字的提示。食假鸡食鸡安那咧？你有看迄图是你创啥无？哦，来好不好？哦，好来，第3字的提示。嘛是互恁吃，搁是鸡，嘿，这应该你若知影意思，你就知影吃什么货，吃什么货。假鸡什么什么鸡什么？迄本唔是红仔册，是课本哦。是，即马剩3字尔，我过来一字。搁一字，搁一字，搁一字。好来，过来7字提示。会假机会，来。假机会读一册。唔对。哦，是。差一丝啦。嘿，差一丝丝啊。来哦，来哦。嘿，来，搁有无？真正，过来一字。哦。假机会哦，嘿，来。假机会学一册。你要考虑一下无？对啊，老师夹牌啊，夹牌啊。靠不靠不？嘿，来。假机会学一组册，学一。学一本。好。对，来，老师假机会学一本，对唔对？歹势，哎，已经讲干了啊。对啊，来，咱今晚拢有啊吼，来咱通看一下吼，到底是写啥吼？来，假机会学一会。嘿，这就是一般拢是时代咧，甲是细讲啦。吼，啊，免来讲，就是永远拢伫咧学习的路途中，无论到几岁，吼，就是一直爱学习安尼。哈，以上。好，来，搁一题哦。加油哦！来哦，几个字？有8个字。8个字哦，来，咱请出题。哦，看图是啥？我什么会一直这样了？好，来，知影咱通啊请抢答。有8个字哦，来第一个字好不？好，安尼大家免遐算。吼，好来第一个字。第一字抢。什么什么什么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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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哇，有无？无第2个哦，来第2个字。做什么什么抢？若无我过来哦。系啊，来啦。第3个提示。丢。哦。做什么会甲抢会丢什么会？对，意思安尼哦。是。哦，啊，你搁看伊个图。你是做什么呢？哦。做什么呢？来，搁看一下无？搁看一下。搁看一下吼。好，来，搁一字。来。做几分枪毙着金纸。哦。来，你讲清楚。做几分枪毙着金纸。好，唔对。哇！不过伊真认真哦，袂歹。伊的意思拢对啊，伊的意思拢对啊。哦，也是无。无搁一字啦。来，搁提一个哦，因为搁有4字哦。好，来，搁一字。嘿，来。做鬼嘛抢袂着银纸。
哦，做鬼嘛抢袂到银纸，老师对唔对？对。哦，一般讲若是所谓要烧吼，迄个鬼啦吼，就爱烧即个银纸安尼啦吼。啊，然后迄个嘛抢袂到，有人讲也抢袂到，这拢会使，也抢袂到嘛抢袂到。吼，啊，这就是咧讲。考劝讲，大家唔通散形，还是讲伤烂性，就爱做代志爱较骨力，还是讲爱较拍拼，嘿，这款的意思安尼。啊，若无连做鬼嘛，抢袂到银纸。哎呦，以上。好来，咱今晚来看分数，看阮 Kim 队。今嘛有4枪。几啊，盲队咧。盲队有2拍蜡烛。别，有2个爱心，哈。好，啊，咱来好队咧。好队有8枪。哦，啊，咱来领队咧。领队是12000哦。哦，好，今日咱的第2位啊，阮兜第1名。阮兜第1名。是，即马大家拢是第1名哦。无错，拢伫台顶啊哦。来，上位咱请出题。请问，真侪考生会伫咧大考进前吼去孔子庙遐祭拜，啊，若是要祈求咱的考试顺利，奖品哦会使用什么咧 ？A. 乌龙茶 ，B. 德顺 ，C. 贡丸。来，恁有20秒的时间，请选择。那有咧考试，这应该知影啦，嘿啦。乌龙茶、德顺，啊，个咱的贡丸。来哦，谢谢哦，20秒哦。好，来，记。小息一个哦，来行一个哦。行一哦。啊，对。来，5、4、3、2、1。哎呦，来，看头前。看起来那样，你没事，但我管你家，怪，我摕米杯给你的，你看那些鬼啊，你们离题来，好来，你讲是乌龙茶，那是乌龙茶，没有一个贡其实我是甲红艳分开，我感觉是德顺啦，啊，我是感觉我这现在过去遐，因可能有一寡人哦，记住，我是讲一起来食好啊，食较人啦，食较人。所以你就是无，也是讲你看伊家这样子遮寂寞，啊，你就过来无，我甲你讲，遮就侪人诶，上尾基本大拢鬼屋咧，鬼屋啊！好，那咱这边德顺，你捌听过？我应该是咧要讲是德哥啊，啊，就这歌星，唔是安尼，对吧？这个嘛吼，是，爱顺利嘛，嘛是爱顺利吼。哦，你甲看，即马一关啦，嘿啦，敢若肉粽咧。嘿，啊，那这哦，大家拢嘛知影，因拄啊讲的话，其实嘛是有你贡丸，贡菇，哎，啊，恁兜来2个咧，我嘛是来分散风险，我买红烧红料。哦，2就对啦。后来贡丸德顺，啊，个咱的乌龙茶啊，我不敢。所以讲到底是谁多一个咧？来看下。正确答案是，无论是拜孔子的啦，也是拜文昌帝君的吼，这种考试的啦吼，当然就是想讲爱有这个好彩头吼啊，所以类似讲这种谐音、共音的，就是物件就传去拜安尼吼啊，求一个心安安尼啦啊，所以就是讲顺。啊，当然，这顺这音无完全做合，啊，毋过就是甲顺有小可合，吼，啊，所以讲祈求会当顺利安尼啦，吼，啊，当然都要讲着讲完，其实毋是讲句的问题，是迄个完。玩的玩啊，安尼啦，所以就是，所以这讲完的无可能会出现安尼啦，嘿，对，所以是讲啊，这3个来讲就是这个顺啊，吼，这个算讲顺，这个比较较歪音安尼。好，来继续拼落去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为日语来这个柔道，伊是什么意思？你敢知 ？A. 征战 B. 汉古 C. 摇摆。好，来，恁有20秒时间。柔道，哦，柔道，柔道，来哦，来5、4、3、2、1，停，来，袂使个逃走啊！嘿，是，你感觉真赞？
北户照我嘛，唔知什么意思，啊，就徛伫遮咧想的是真的，时间到啊，嘿啊，佫共杀出去啊！杀一个过咧，唔过敢若有斗啊，你一句斗战，一斗战，甲这有关的啊？哦，伊斗战敢有关？啊，我唔知。这无共理啦，嘿啦。哦，嘛无得卡无。脚斗就是赞的意思啦。哦，你捌听过？阿公拢讲脚斗就是赞啦。脚斗哦，阿公讲的啦，脚斗就是就是赞啦，是不是这意思？袂歹，阿公有教过，阿公有教过。有吼，来即马即队就剩两个位伫遮。两个，好，来。你的答案嘛是汉过吗？是因为伊是什么脚斗？脚斗，啊！我看到迄笔，我迄当中我想的是甲过，我感觉迄音足共的。干过。哦，甲过，甲过。因为我看无。哦，所以用听。我听，感觉的音啦，我感觉迄音足用共音的啦，吼，来。生日快乐！是，等下唔是，即嘛唔是要叫你跳舞哦，即嘛唔是要叫你讲生日快乐哦，是要甲你讲，你即嘛徛你遮是摇摆，哎，表现我一看就是摇摆哦，过瘾呢，哎，讲实在的，我唔知迄个是咧写啥，但是我知影一个代志。什么代志？就是妈祖叫我选家啦。哦，妈祖过来呀，妈祖嘛甲请来啊，就对啊啦。妈祖有甲你讲，这个答案是叫做啥无？我就是迄摇摆，摇摆。啊，你知影摇摆意思是啥？哎，袂歹啊。啊，你感觉约到就是安尼啊？约到。是不是？我唔知你咧讲啥咧，你听无啦？你刚才妈祖啦，伊速度足紧的哦。对啊。我拄我讲安尼尔，一秒过去，伊袂记我讲啥咧。好，安尼就好，我感觉你安尼真好。妈祖。生日快乐！感谢。来哟！来哟！真正哦，摇到吼，金赞，也是讲咱的汉歌，也是摇摆哦。摇摆。好，来健康的答案是。来 B 甲 C 咱先休困一下哦，请转去哦。日本时代吼有留真济即个算作日语词伫咱即个台语内底啦吼。是。嘿，啊有的是亲像即种的，就是讲伊其实日本的汉字是写上顶啦，吼啊上顶啊，然后就到吼，即个音是安尼啊，就是表示上好的，也是讲高级的，吼上赞的即种意思安尼。嘿啊，因为这都爱看有即个环境，你有吸收到即种词无吼？亲像拄则讲阿公也是啥物人，可能有讲过，可能才有即个印象啦。嘿啊，若毋捌讲过，当然要摇也歹摇吼。好，以上就到就是真赞上好的安尼。哦，不要紧，咱靠咱家己哦。加油！好，来个继续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大米是安怎用大来号名嘞 ？A 用大头搭咧卖 ，B 用迄个面吼。搭咧卖啊，伫面搭咧卖啊。C 沙面的工具。好，来，零有20秒的时间。嘿，是用大头搭咧卖，还是讲伫面搭卖，还是用沙面的工具？哦，来个4、3、2、1，哎呦！来。有变化哦。是，你有看过无？有，就是迄电视迄种以前的迄种影片会看过。哦，影片。啊，有人拢会安尼，以前戏剧啦。是，卖面的拢会安尼。啊，搁卖豆花。对，用这种你有看过？啊，之前阿嬷嘛有用迄刻过。哦，阿嬷嘛。迄个做冰搭啦，冰搭。袂安怎？咱即马是讲咱哦。伫面搭卖面就对啊啦吼，是啊对。啊，毋捌听过人讲打面，这打是啥物？什么好？我知，毋过我袂记。袂记啊。毋过我知足好食。足好食。台湾的你哪伫遐？系啊。对啊，你哪伫遐？你甲我讲选第一个，结果伊伫遐。
风险啦，大家风险分开。总爱留一啊人嘛。就剩恁两个尔，啊看打一个咩？对啊，分开啊。伊无甲你送你遐去。对啊。送个死。谢谢啊。好，好来，好。好。咱遐真济嘛。因为阮姊啊讲，英国应该是有种担啦，担咧卖面啦，是，嘿啦，感觉是面担，因担迄你用冰担，嘿，你用冰担，这会当摕来卖吗？有卫生吗？嘛唔知。以前无你甲你讲卫生这嘛唔知。嘿，有食就好，毋过较想要有济。嘿，豆花嘛是，粉泥嘛是，对啊，拢是你迄一个担，豆花担啊，米担啊，拢是担。系啊。好，啊那咱死就无啊啦，哈，来哦。啊那是三面讲句，都拢无安尼。啊，咱就三班醒起来啊！哦，伊都卖互因啊。好，来，咱来看这个哦 ，A 甲 B 尔吼，来，正确答案是。就是用打物件，啊，沿路安尼化卖吼，这是过去的形态啦，嘿，啊，所以就是用打物件，吼来卖的一种这个面，吼啊，当然这过去的时代落尾就变做是店面，啊，毋过古早是用打来卖。来继续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小玉伫咧讲7月半啊，毋知4月，为什么是用啊来形容呢？是因为 A 啊较戆呆，还是因为 B 单纯是为着要压温斗久，还是 C 拜鬼吼爱用啊来拜？来，另外20秒的时间。你伫笑的无，因为阮斗饲啊，我本是要选第一个，啊结果想讲伊的含义应该有较深层，我就跳去第3个。本来伊嘛要过来。你啥来选？伫迄供道顶头看到妈妈啃过，拜拜的时阵。嘿，敢有这个印象啊？7月半啊，毋知4月，为什么是用啊来形容呢？上回咱请出题。请问小玉伫咧讲7月半啊，毋知4月，为什么是用啊来形容呢？是因为 A 啊较戆呆，还是因为 B 单纯是为着要压温斗久，还是 C 拜鬼吼爱用啊来拜？来，另外20秒的时间。来，今日选 A、B、C。来，拢通讲哦。他甲你的队员讲哦。会使甲讲哦。哎呦。那我去 C。来哦，来哦。来个4、3、2、1。哇，太精彩，太精彩！我下次不能来了，太紧张，太紧张了。对，是，其实啊，讲嘛是对啦，单纯为着迄压温无定就是安尼呢，对唔对？啊，甲活对啊，半压嘛。对啊，咱迄台语拢做文学，我感觉有当阵吼，嘛是因为迄。同款的音啊，对不？对，好，不要紧，来试看卖。好，对，其实不要紧啊，你若是真正无去吼，我无去，我有一位啊，嘿，有一位啊，听物件，好，来，咱是拜鬼爱用啊。你伫笑的不？无，因为阮斗饲啊，伊拢会甲我袂记，啊，大概甲伊饲了，先讲我。甲你会记哩？伊拢袂记哩。哦，伊袂记你啊？就是较做讲的。嘿啊，就是袂记啊！我本是要选第一个，啊，结果想讲，伊的含义应该有较深层的，我想甲伤简单啦，我就跳去第3个。好，不要紧，无紧啦，你发选到这。我知恁斗饲啊。对，恁刚刚带来你看。哦，带来我。带来玩过几只？一只。哦。我当作是，你是宠物羊啦，起来做迄个屁宠物的啦，你刚才玩看，嘿，伊会讲教无？诶，安尼免啦，免。我想诶，哎呀，危险，嘿，我再来食香啊，喵咯。讲甲拢要啊。好，来，你拄啊红，你先过来了，伊袂赴过来吼。本来伊嘛要过来。你啥来选拜鬼？因为敢若伫迄供道顶头看到妈妈啃过鸡啊、猪啊遐的物件。哦，拜拜的时阵嘿，对，所以
敢若有这个印象啦。袂歹啦。对咧，因为我捌看过一届，我嘛感觉真奇怪，谁来拜啊？是，因为啊，敢若袂当拜。好，来，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7月半吼，就是咱讲的中原普渡啦吼，中原普渡拢是拜这个好兄弟啊啦吼，所谓的孤魂野鬼吼所以当拜神的时阵，咱一般民间信仰是讲拜神要用鸡啦，拜鬼要用鸭啦，所以若这个7月半普渡要到吼，这鸭就爱知死啊吼，就可能会掠去抬安尼就对，所以就是用这句话来讲，当然这种。算半个起来话啦，就讲讲你7月半安尼，袂讲后壁迄段，伊敢若讲头前迄段。你7月半安尼，伊就知影讲哇，你死期要到，安尼，好，以上。变输赢哦。哎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有真侪乡土的食物，即马吼拢已经食袂到啊！过去会食的一种物件做蓬莱酱，你知影伊是咧食啥物咧 ？A 是酸呀 ，B 蜜含橘 ，C 土土鱼干。哦，来，你有20秒的时间，请选择是酸呀是什么？来，是酸呀，是不是 A 是蜜含橘？蜜含橘哦，土土鱼干。因为蜜番来哦！我捌食过，土土鱼干感觉也是的。你捌食过啊？我唔捌食过。好，对。蓬莱酱啊，3、2、1，停！来哦，徛好哦！哇，好来，太气客，太气客。来，阿嬷捌互你食过这个物件吗？啊是啊，我甲你讲，无你哪知是这？我因为伊生日我想讲伊的生日愿望就是我会使赢，所以伊就讲伊就选这个，伊选 A， 嘿，因这我真正唔知。哦，是酸你捌食过？阮兜有种酸啊，但是我无食过。恁兜阁有啥无？你较甲阮讲。拢有。恁兜有一片山啦。阮兜有一个草原。你看我讲对啊，你看。有饲这个动物诶。你看。真好真好。所以讲平常时啊，就是你厝诶学出来用会着。对啦。好来，你走伤紧啊，还是讲？袂浮躁。袂浮躁。我原来要去遐，是。后来因哥来遐。所以叫你来吃，所以我就伫遮。你伫遮，你若只凊彩，人叫你去倒，你就去倒。我人好啊，哎，相信队友啦，相信队友啦，相信生日咧同款。是，所以讲你拢知影是迄落啊，蜜含橘哦。我唔知迄是啥。我跟你讲，我感觉。即马讲哦，无人会生气。对啊，我听者嘛讲去，是啊，蜜含橘捌食过无？哇，袂歹食甜就是甜啊，煮个袂加糖的啊，煮甲一条丁丁安尼嘿。啊，是酸呀，捌食过无？酸呀干啦，酸呀干，酸呀干，吃酸呀干迄款。你讲的是情人果吧？迄毋是细酸，是细酸。你讲的迄是迄个青。细酸是往来我有食过，是你种的对无？嘿，做迄真好食。好来，就是敢若土土鱼干、鱼干较无人知。哎呦，咱来看者健康的答案是。拄则咧讲，迄酸呀干，迄算是酸呀青啦，吼，迄算另外一种。咱即马讲的这是算用作酱的型的啦，这即马较应该是较看袂到啊，这是日本时代的时阵啦，因为即个日本人伫台湾种酸呀，就想讲要甲做一寡物件安尼，所以就开始有即个生酸呀即个物件，叫做蓬莱酱。这嘛是一个趣味的事啦，就是讲蓬莱以早有咧讲是仙境啊，这种意思。但是嘛有人讲一寡文献用蓬莱来讲是台湾的古名，对。所以你嘛要讲蓬莱酱是意思就是台湾的酱，还是讲是这是足好食的酱的这个意思。蓬莱再用文言音去读安尼，所以这是酸呀，是酸呀这项变做酱安尼的物件。嘛是爱拼一下输赢，上尾是第啊，真正是拼输赢哦。好，加油哦，2位3万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
请问台湾倒一个高山湖有蒙雾中的少女的称呼呢？伊吼嘛是咱台湾上大的高山湖，是 A 翠峰湖 ，B 嘉明湖，还是 C 嘉乐湖？好，来，恁有20秒的时间啦。招标了啦，是不是嘉明？哦，来，今年哦，是嘉明湖，对吧？差不多哎，最后1秒钟，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好，这在干嘛？跑出来！哎呦，没办哦！是我们一起决定是嘉明湖。 3、2、1，可以吗？阿姊安尼有算吗？是啊，不要紧啊。来，因为啊，伊拄啊电话开的时阵，伊拄啊打着，嘿，啊，咱嘛是爱互伊算，无可能搁啊杀过转去啊。哦，因为大家嘛拢有看到啊啦，吼，若无就即个加掉就好啊。好来，你选的是 A， 你啥若走会走其实无用。对啊。你本早是要去加罗？我本早因讲是 C， 但是我感觉因的运气用了啊，所以我走迄边问因迄组，是，你来再讲，你应该袂当问因这两组，你去问迄组。迄组什么拢知？无人要去问呢，你爱问迄组就对啊。嘿，嘉明，好，嘉明是，拄啊问我的队友，是，因讲有去爬过这个嘉明湖，有去山顶甲看过安尼，是敢是这样有效率的感觉。 真水，真水。好，来，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其实A 甲 C 这湖吼，这两个算有小可小活啦。因为迄个嘉乐甲这个咱讲翠峰吼，拢是宜兰这边吼。但是咱这个翠峰算上大的一个高山湖，伊是太平山。嘿，这个太平山森林游乐区这个公园内底，过来就是讲，伊啥哪会叫做蒙雾中的少女哦，其实这拢在人号啦，毋过就是讲伊的形呢，较葫芦形啦，可能就是互人想到迄个身材，少女的身材。伊定大雾，所以讲蒙雾中的少女安尼。嘿，其实嘉乐湖嘛，嘉乐湖的即个外号啦。因为伊是有一个大的湖了，佮一寡小的湖，所以就讲是仙女压落的珍珠安尼啦。哇！嘿，嘉明湖嘛有称号啦，嘉明湖就讲天才的目屎，也是讲月亮的镜安尼啦。因为伊的形体佮一寡伊的地理环境无共款，所以拢真水。毋捌去过，爱找机会去这真水的遮个高山湖。以上是。好，来奖金偌济？哦，因即卖奖金就是3万块拄好啦。好，不过咱嘛爱甲其他的迄落啊，奖金报一下，嘿，队员来甲报一下啦，甲因奖金报一下来看阮金队，金队有4000，拜拜哦。那咱的河队咧？河队有8000。哦，两队咧？有12000哦，无简单。咱帮队是3万多。好，通啊摕倒转去无？看阮的通啊现恁无？我唔知影哦。好，起来的1票，大家记。好，1票大千金，楼顶楼骹金一平。真正有摕奖金跳的拢无共款哦。跳个介有力呢。是，等下本来想讲要叫因跳者，毋做慢，先甲迄力量收起来。是，100万的时阵才跳。嘿，100万的时阵才跳阮看哦。好，来，咱这游也甲大家讲出来。咱这回合吼，拢总就是4题尔。4题。就是楼顶楼骹，恁看图景一边。毋过袂使有一个人讲唔对，一个人讲唔对，奖金就取消啊！好，来，咱即摆偌济奖金？3万，袂使，3万块的奖金就是30秒。 30秒，唔过唔好啦，30秒敢有够？添10秒变40秒，好唔好？那讲较厉害，就一个人10秒都拢无啊！哎呀，是上好卖啦，一人1秒就好啊啦。好，来，会记了楼顶楼骹哦。来，
摆一摆。摆一摆第一位是啥人？请问虾子是楼顶还是楼骹？虾子是楼顶啊，楼骹。来，虾子是楼顶啊，楼骹。哦，来，虾子。虾子。楼顶啊，楼骹。嘿。我是感觉楼骹啦。哦，来七。哦，停。哦，是楼骹。嘿，楼骹。拢总3万块的奖金，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是上好卖啦，一人1秒就好啊啦。好，来，会记住楼顶楼骹哦。好，来摆一摆。第一位是啥人？来，第一位哦，拢通啊家讲答，免惊。吼，只讲个速度爱较紧的哦。对。来，我要出题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虾子是楼顶还是楼骹？虾子是楼顶啊，楼骹。来，虾子是楼顶啊，楼骹。哦，来，虾子。楼顶啊，楼骹。嘿。我是感觉楼骹啦。哦，来七。哦，停。哦，是楼骹。嘿，楼骹。啊，楼顶是啥？卡。诶，架。对啦，吊架。啊来，所以楼骹就是虾子啦。哦，进卡。好来，你甲看，你浪费偌济秒？哎呦，30秒，本来40秒呢。是啊，你甲看，爱讲较紧哦。来，第二位，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麻辣是楼顶还是楼骹？哦，麻辣是楼顶啊，楼骹哦。嘿，来，停。楼骹。楼顶。哦，袂改啊。袂改，楼骹。停。是，楼顶是麻辣。楼骹是双时啊。双时啊，双胞胎。买回唔对呀。再会咯。啊，不要紧。不过咱来甲运动家的精神提起来，因为啥咧？咱有一张门票啊。对啊。听啥？100万个等您哦。决赛咧等您。好，今日来去颁奖。颁奖，奖杯一个，进入决赛咯。这应该欢喜的啦，对啦。无欢喜的嘛，唔是啦，是因为讲吼，想的甲讲的无共款。后回个连接。想紧啊，后壁拢是偌济楼顶啊，楼骹。楼顶啊。嘿啊，伊甲你讲啥？楼骹。啊，毋过看到我伊头壳想的是楼顶，啊是讲的是楼骹，安尼就无法度，所以讲爱想清楚哦。连接啦哦。是，啊那咱无着的不要紧，有好佚佗无？哇！咱后柜咱要报名来参加，同款啊，阮若是有闲的时阵，100万同款永远伫遮等你啦。好，毋过即届阮一定会送出100万的，放心。好，今日啊，谢谢咱的顾问老师，感谢咱的陈宏伟陈老师拖下去，感谢。专家有地位，讲台语铁爆们，我哋大家拢欢喜，再会。感谢。决赛见。